经典甲创新丰富着台湾的铁道内涵。若讲到文化传承，有一个力量真重要，就是音乐。为1990年开始，台湾社会对族群文化更加重视，真侪音乐家今后来投入着客语、台语甲原住民族的音乐创作。新生代的歌手更加是来结合着传统甲创新，要来创出着一片天。像来融合着闽客语，打造特殊风格这个乐团，黄子显甲山冰块，因的创作突破着语言。更加以传承客家文化为使命，也佮伫去年金曲奖摕下着2项大奖的女歌手米莎，伊的创作为个囡仔时代生活甲社会观察来出现，蕴藏着深厚的土地情怀。传承故乡的声音系列的报道，带乡亲进入因音乐的世界。1984年。我才发现，这个语言给我一个独特的面貌，只有我可以写，只有我可以唱。如果听不懂客语，一直凋零下去，那这音乐还要做吗？转来啊，弹一支吉他，唱着客家歌曲，因是捌提过2届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奖的黄子显甲三冰块乐团。客语南台语轻摇滚的曲风是这组乐团的一个大特色。只要出专辑，身兼词曲创作的黄子显就将家乡写入歌内，连我登去唱歌都开始是有满腹的心酸。我记得《回家的路》发行的时候是2012年的年底，我们还有来东门城演出。那时候已经没有什么人在东门城演出了，可是我们就还是很想要回到家乡做表演。我记得那一天，我跟我爸爸妈妈，我爸妈还来一起在这边挂布条，因为我们在演出的时候像是街头演出。我记得我唱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没电，最后清唱，然后回家就很想哭，没有一个家乡的舞台可以容纳我们。捌替美酒歌手写过真侪出名的华语歌，外头唱这个熟悉母语，却是心头一阵酸。38岁黄子显为高中开始就写词写曲，伊的歌曲充满新的创意。我也早期受到新宝岛康乐队的影响，就是想要把客语跟台语就放在一起唱。那我认为现在的年轻人其实听何乐维能够理解的也比较多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或许有这样的念头吧，就把客语偷渡进去另外一种母语里面，然后让大家可以透过这个事情去理解。语言卡名的转换变成乐团的一大特色。2013年《回家的路》甲2016年《异乡人》的专辑，2摆摕到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奖。
巧妙运用台语发音去唱着未出是原住民的古调，就算唱的不是客话，嘛得到评审的肯定。一路行来，伊上爱感谢的是这位始终的支持者。20几年来始终没有缺席，谢谢妈妈，谢谢妈妈送我一把吉他。一支老母送的吉他，陪伊征战舞台，嘛陪伊经验人生。2018年，伊决定返去新竹，建立伊的梦想基地。这个里面它其实就离我们这么近，可是我们没有进来过。但是这个周围，我们就是从小就是一直在这边混到大。因为新竹市是我从小住到大的地方，所以我就会很有一个想法，是说，如果说大家每次都觉得新竹市的客家好像很没有客庄，所以好像很隐晦，所以我就想说，那我们来这边做一些跟客家艺文有关的事情，那这个客家的味道就能够在城区里面出现。伊成立工作室做客语广播，嘛继续咧创作第4张母语专辑《上乡》，原生人甲土地关系。专辑的名称叫做《上乡》，也是因为很多台北的人来到新竹以后，他就说我下乡来到新竹。那我会觉得，为什么台北市或者是城市到达其他地方，它就是一个上到下的一个位阶。那我们小时候常听到一个成语叫上京赶考嘛，为什么进到京城就是上，然后再回到美国？美国那个，比如说纽约的 downtown 是热闹的地方 ，uptown 就是乡村地区，所以其实很有趣，就是我们其实是有一点玩这个文字游戏，但是曲风乡村音乐是，我觉得台湾人这几年涉猎乡村音乐听的人也变比较少。那其实，有几年我就在想说，其实客庄的这些情怀啊，跟那种 bluegrass 啊，或者是这种 country 的音乐，其实是很能接近的。经过4年，佮出专辑，唱出发向青年求生自文甲滚量。上乡专辑嘛入围2020年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。为什么我写家乡？为什么我写客语？为什么我用河洛维用客语这样子混搭？因为那只有我做得到。所以基于这些条件，我觉得创作人他在找自己独特性的时候，语言或是音乐类型，那都只是跟群众沟通的方法。所以我并没有觉得说。期待客语它会变成一个主流的音乐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会有这个期待。我最近常举例的是古典乐，古典乐是以前的主流吧，几百年前的主流。可是现在的古典乐它就是一个分支，现在的主流是 pop 音乐 ，pop music 嘛。我觉得我看客语音乐的情况就像这样。直接讲出客家音乐的美丽甲哀愁，甚至作为台湾规模上大的音乐奖项的金曲奖，1990年头一摆举办的时，嘛无客语类的奖项。2003年在金曲奖上才看到了最佳客语演唱人奖，直到2005年又在新增最佳客语专辑奖。而随着奖项的设置，真的替客家歌手提供更多元的空间吗？1984年是伊出世的年份，美莎37岁，是苗栗客家人。最近2年伫个乐坛发光发热。那因为对我自己来讲，做创作很大一部分的养分是从阅读，
就是文字的东西，文学里头还有从剧场里头来，所以对我来讲，其实我每一个作品文学性相对高，所以我会觉得读懂那个内涵也是很重要的。第4张专辑《王仔船》充满铁力魔幻的曲风，米莎一个手摕到2020年金曲奖最佳客语专辑加最佳客语歌曲奖。开始尝试用小时候讲的话来创作，我才发现这个语言给我一个独特的面貌，只有我可以写，只有我可以唱。幾條荷包從葉頭掹出嚟，照撩啊撩。這東西我常常都會開玩笑說我在做小眾中的小眾，但是不往主流市場靠近，有一個相對的，對我來說是很大的一個自由度存在。我可以想做什麼就做什麼，我可以想唱什麼就唱什麼。以客家做基礎，跨界多元的文化，新生代樂團加這歌手正在咧求突破，以多元的曲風傳承故鄉的聲音。那我觉得混着不同的语言来创作，其实本来就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。再加上，特别是台湾啊，近10几20年来，本来就是一个多种族、多元的这样的文化。做客家音乐就是没有一定就是说真的是要循着现在的脚步。三平快也好，或者米莎也好，都是这样子。像米莎，她因为她的风格很多元，她能够 pick up， 等一下我用什么？我用雷鬼，我用爵士，我会用摇滚这样的方式来发展自己，比较少。大部分你看到客家的流行歌手，大部分都是自己有自己的一套，那一套从一而终。跨出小众，跳脱主流甲非主流，少年的音乐人用本身的经验，结合文化甲流行元素，拍算要甲世界对话。摇滚也好，爵士也好，不变的是守护乡土的迄份心意，始终如一。